今場摩納哥大獎賽加咗個新搞作，要車手入2次 pit， 不過效果就有啲唔太理想，直頭可以話係唔 work。原本以為比賽會出現大亂鬥，但實際上又冇想象中咁多混亂，大致上都同以前差唔多。排頭嘅車仍然係慢慢遊車河，等到要爭位嗰陣先加速揾機會。睇返排位同正賽結果冇乜分別，就知呢一次 2 pit 改例係失敗嘅。反而最有趣係今場終於有車隊試咗啲摩納哥從未見過嘅戰術，揾到少少新優勢。呢方面最出色要數 Racing Bull， 佢哋用咗拉龍戰術，就係犧牲其中一位車手，塞喺條賽道中間，拖慢後面啲車，幫隊友拉開距離。佢哋就係用 Lawson 做呢個角色，好成功咁令到 Isaac 可以慢慢追。之後有唔少車隊都抄佢哋，連 Williams 都照做，甚至到尾段連平治都用呢招幫 George。不過呢個拉龍戰術有個問題，係要其中一位車手自願犧牲，留喺前面拖慢一大堆後面嘅車。喺 F1 嚟講，呢啲場面其實好罕見。因為唔係每位車手都肯咁做，但係今場呢招真係 work。Racing Bull 一用完之後 ，Williams 見到有效都即刻有樣學樣。佢哋利用 Carlos 拉出嚟嘅龍，幫 Alex 可以順利入 pit。而最後今場 Racing Bull 兩部車都攞到分，而 Williams 都係只係排喺後啲啫。今場 Racing Bull 可以話係最有智慧嘅一隊，戰術成功攞返唔少分，試咗啲幾有創意嘅方法。不過講真，呢啲都唔夠。不過就證明咗，就算摩納哥今場加咗 2 pit 策略，都改變唔到一個事實，排位賽仍然係最重要。你睇下頭4名排頭位起步，最終都係照原位衝線，完全冇變。反而後邊用咗拉龍戰術，啲車就比較亂，因為有啲車手俾人夾咗喺慢車入邊，好似平治就喺入邊，連咸美頓都係。意思就係，如果喺摩納哥排得唔好，基本上你都係冇運行。2 pit 策略根本幫唔到啲乜，因為太後起步就好難翻身，要拎到好成績就一定要排得前。至於麥拿倫，今場佢哋嘅整體執行幾乎完美，冇冒太多風險。今場 Lando 有少少料到啦，喺第一個彎可以唔撞向牆，因為我見佢嗰下俾 Charles 壓住，剎得好遲，成條胎都 lock up 咗。不過佢仍然入到個彎，然後開始控制節奏，成場都由頭帶到尾。而 Oscar 都幫咗手做拉龍戰術，頂住後面啲車，幫 Lando 開路。最後兩部麥拿倫一齊上頒獎台。Charles 排喺中間 ，Max 就排第4，同排位成績冇分別。Max 今場就比較靜，只係得個第4名。不過 Max 真係孤軍作戰，佢哋根本冇得玩戰術，乜都諗唔到，因為角田全程都喺後面幫唔到手。唔知佢架車係咪有問題？可能之前 Pierre 冇剎車撞到佢。但無論如何，角田今場表現都係一般。其實唔止摩納哥，基本上暫時場場都咁樣，唔可以話差，但唔理想。對 Red Bull 嚟講，呢個就係個大問題。雖然今年未必救得返，但下年一定要有行動。今場 Lando 贏咗冠軍，終於喺摩納哥呢條傳奇賽道上面有多一個新嘅冠軍誕生。我覺得呢場對 Lando 嚟講，絕對係一支強心針。佢近排明顯狀態好返唔少，而兩位麥拿倫車手性格好大分別。Oscar 就算贏咗都冇乜表情，攞第3都係咁，好似冰人 Kimi 咁。但 Lando 就好唔同，如果輸咗會好自責，好明顯咁表現出嚟。相反，贏咗嘅時候，會感受到佢成個人真係開心。而家佢只係落後 Oscar 3分，連續幾場上頒獎台，再加埋今場摩納哥冠軍，而下一場就係巴塞隆拿。我覺得贏摩納哥同時積分只係差少少，對 Lando 嚟講真係一個大鼓舞，因為佢隨時下場可能又自己失誤，咁又會變返嗰個猶豫不決嘅 Lando。呢點係我唔中意佢嘅地方，我反而更加欣賞 Oscar 嗰種冷靜。雖然佢唔多戲劇性，電視睇落冇乜感情波動，但佢實際上好穩定、好可靠，好似咩都影響唔到佢咁。所以長遠嚟講，我相信佢會承受少好多壓力，咁成功嘅機會會大好多。依家成個賽季仲有好多場，變數仲有排計。就算麥拿倫好似越嚟越拉開距離，但其實差距又未至於太誇張。下一場巴塞隆拿，大家都話會有新規例生效，主要係針對前翼嘅彎曲優勢，希望可以改變戰局。但係麥拿倫方面就話完全唔擔心，我都相信佢哋唔需要擔心，應該應付到新測試冇問題。如果個測試針對係其他部分，可能仲有難度，但今次針對前翼，佢哋一早都準備好對應方法。如果今次針對嘅係車底部件，可能仲值得擔心啲。但係今次講緊前翼，雖然都有影響，但始終冇底板或者 diffuser 擴散器咁重要。調翻轉呢，如果變成係底板，又因為咁要拎走某啲設計，咁對麥拿倫打擊就會大得多。所以我覺得今次應該唔會有咩太大影響。麥拿倫依家就慢慢拉開距離，而法拉利就喺今場稍為見得下人。雖然唔係話表現得特別出色，但至少都上到頒獎台。最近幾場法拉利都好似有慢慢進步，今場算係有啲反彈。不
過呢個反彈係 Charles 靠自己做返嚟，定係架車真係好咗，抑或純粹係佢對摩納哥呢條賽道特別有信心呢？都未必講得清。因為好多車隊都為咗摩納哥裝咗一啲特別零件，完咗之後可能都唔會再用。但睇埋上場表現，我覺得係法拉利真係有進步嘅。不過有幾多呢？就要睇下一場巴塞隆拿點啦。巴塞隆拿一向都係測試車嘅好地方，個場地複雜全面，可以測試到架車邊度勁邊度弱，到時就真正可以分得出邊部車實力夠硬淨。而中游車隊方面呢，今場 Williams 真係好差，連排位都好差，可以話係今季最差之一。偏偏呢一場呢係最需要好排位成績嘅時候，而 Carlos 賽後有啲唔開心，佢話賽前對新引入嘅 2 pit 制覺得幾有趣，但係完賽之後完全唔滿意，唔鍾意 Racing Bull 嗰種策略，就算自己用咗同一戰術之後，都覺得心理唔舒服。佢話成場比賽感覺上就好似操控比賽結果咁。但老實講，我唔太認同 Carlos 嘅講法，因為車隊為咗拎分，為咗贏，咩都會試，亦冇任何規例寫明你要用咩節奏去揸。你想慢就慢，想快就快，冇規例限制。過去都試過有隊友係咁阻住對手，或者用戰術去幫隊友守位。講起守位，我記得2021年 Ocon 贏嗰場，咪就係靠阿朗素幫佢死守住咸美頓成10個圈咁耐，完全唔俾佢過。呢啲咪又係戰術，都係冇犯任何例㗎。稍為慢少少，死守所有空位，唔俾對手過，等隊友可以贏。其實喺摩納哥一直都係咁。前頭通常都會慢慢行，舊年都係咁。Charles 喺紅旗之後就刻意放慢，今年就輪到 Lando，佢哋都係行得好慢，所以我覺得呢樣嘢根本冇乜好嘈，係常態。至於係咪好睇，車手犧牲自己，然後就只係為咗阻住對手，當然唔係幾好睇。但摩納哥就成日發生呢啲事，而家有咗 2 pit 規例，呢啲戰術就更加明顯。只係今年 Racing Bull 好成功用咗呢個新玩法，之後其他車隊都超先放大咗呢個問題。至於 Aston Martin 真係得啖笑。個引擎係真係壞咗，正如阿朗素自己講，呢啲唔係運氣差，而係準備得唔夠好，做得唔夠好。事實上，場上面有咁多部車用平治引擎，得 Aston Martin 嗰部壞。我覺得最慘係佢又再一次喺有機會攞分嘅情況下壞車，繼續保持住佢今季0分嘅紀錄。8場比賽開季以嚟冇一次有分，對佢嚟講一定係好難捱。不過我覺得車隊最大問題係第二車手 Lance Stroll，佢無疑係車隊其中一個弱點。因為佢同阿朗素嘅成績差距實在太大啦，兩位車手嘅表現差距咁大，而就係呢個原因 ，Aston Martin 今場根本冇得好似其他隊咁玩策略，阿朗素就變咗係孤軍作戰。最慘嘅係車隊內部冇人願意開口講，到底 Aston Martin 有冇因為 Lance Stroll 而出現問題？始終老豆就係出錢嗰個，成間公司都係佢睇晒。咁你話係咪應該要認真諗下？其實 Aston Martin 嘅其中一個弱點就係第二位車手，第一位車手即係阿朗素。毋庸置疑係 work， 但係如果有第二個車手都交到貨，幫到手，咁成隊成績又可能會唔同晒。今場都睇到呢個問題點樣影響車隊策略。但諗深一層，摩納哥呢個場有冇其他方法處理？好老實係冇，好多車迷都覺得悶到想唔再喺摩納哥比賽，因為想改條路線都好難。佢哋起咗唔少新樓，地段又貴，亦冇可能為咗 F1 空個位起賽道。我唔知加多幾個 pit stop 會唔會有幫助。但我覺得可能方法係，既然摩納哥可以有屬於自己嘅新例，點解唔試下整摩納哥專用胎 ？F1 平時比賽用嘅係 C1 至 C6 輪胎，但係摩納哥點解唔用啲瘋狂啲嘅，例如 C12、C13、C14呢？即係一啲好快玩完，咬地力可以跌得好勁嘅胎，咁就要自己去控制、去部署策略，可能仲會因為出現爆胎而令賽事出現轉變。可能呢個有得諗下。我亦都知道好多人有提過整短啲架車，但係我唔覺得一定得，係。以前啲車係短好多，但係都唔代表容易爬頭。你睇翻文數就知，1992年佢喺摩納哥追Senna追到傻，點都過唔到佢。當然我唔知道最終解決方法係咩，但係今年賽事都有一個好處嘅，就係 2 pit 新例喺賽前賽中都引起好多人討論。到最後一刻，大家都仲喺度諗會唔會出紅旗，有冇人會抽水贏，至少都叫有少少新討論啦。當然呢場係有好多嘢可以改善，亦都應該要改善。你哋又點睇呢？歡迎留言話我知啦。